打进个地门。不行，我不行。干活去。干活去。到了，让我手，坐起。我走，你看我干什么？你看前面。你没开车吧？我心头高。是。驾照买了吗？自己那么开的吗？能不能？我好看，不就人家报了吗？老公，咱两个装作不认识啊，然后一会儿我过去你撩我一下，然后你过去就说，你说小妹妹，小妹妹，我看你长得挺漂亮，能加个微信吗？啊，开始。等会儿我还没答应你了，哎呦我天哪！小妹妹，哎，你长得真好看，能给我个微信吗？没有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扭过来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看你长得像地沟油，你还没有；看你长得像扁了沟，你长得像蛤蟆，你长得像蛤蟆跳井，你脸跟车相在，你还没有，你什么玩意儿你没有？你。老婆把他存的信拿给我。姐夫，你干嘛？你这也太狠了吧！你看，咦，他妈了个逼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俩粑粑蛋啊！哎呀！哎！瑶瑶，我有点饿了，你能不能去把这个鸡蛋给我煮一下呢？给你了。哎呦我操！我给你煮了。哎呦！红琴，你今天看啥都看？我没有看啥子。你婆婆有啥子声音哦？没得啥子声音的，爷爷。掌柜啥子事嘛，爷爷？娘娘喊你出去，给她喂下猪。爷爷，你先出去嘛，我马上就来。小姐，那快点好。等等我就为了猪回来看你。哇塞！哇塞，哇塞，好漂亮，好美！爷爷，我喂猪回来了。爷爷，你让我手机看啥子？你手机没电，我用，然后就给拆下去了。妈耶，我电你啊！爷爷，好累哟，我今天辣酱1上多。爷爷对我太好了。红姐，我说不冷了，没得毛病，老铁。你把我手机拿下来。我拍视频的。我拍个视频，等等啊。我也没的。我怎么这么好看？小新啊，小新，这被子太短了。往后余生，风雪
脚都盖不到。